大家好，今日呢條片係教大家求線形面積嘅，但係要講線形面積，首先我哋要溫一溫小學學嘅圓周同埋圓面積嘅公式先。喺呢度呢條紅色線叫做圓周，而喺圓嘅圓心拉條直線掂到圓周嘅呢個就係半徑。細個嗰陣時，我哋嘅圓周可以話係直徑乘派，或者兩個半徑乘派，即係2派 r。而圓面積嘅公式，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呢？係派 r 二次方。你睇下圓周嘅公式同圓面積條公式係好似㗎，只不過個二嘅位置唔同咗。有二次嗰個係嘅圓面積嘅。大家仲記唔記得圓面積呢條公式係點樣推算出嚟嘅呢？我哋一齊嚟睇下呢個動畫。圓面積我哋細個唔識計，不過如果我哋將成個圓形切開，仲越切越密，一個圓形竟然可以重新排列，形成咗變成一個長方形啊！所以要計圓面積，即係話計長方形面積。咁但係長方形嘅長同闊分別係幾多呢？我哋從呢個動畫可以睇得出，佢嘅長係半個圓周派 r，而佢嘅闊就正正係圓形嘅半徑。咁所以成個長方形面積長乘闊之後就變成派 r 二次，就正正係呢個圓面積嘅公式嘅由來啦。一齊嚟計下數，去實踐下呢條公式。喺呢個圖裡面，呢個圓形係6cm，我哋要揾呢個圓面積，攞翻我哋嘅公式幫手，只需要將半徑6擺翻入去就可以啦。以前我哋計呢個圓面積，將個派會攞一啲近似值，譬如22/7或者3.14。但係而家我哋有計數機啦，所以我哋會攞個更準確嘅派值。個派點撳出嚟嘅呢？就要撳 Shift 跟住撳呢個 EXP 呢個掣，咁你就撳到個派出嚟啦。經過計數機嘅幫手，得出我哋嘅答案113，準確至3位有效數字。嚟多個例子，今次條題目調翻轉俾咗圓面積我哋，希望我哋揾翻呢個粉紅色圓形嘅半徑。首先，我哋可以用翻我哋嘅圓面積公式，同埋我哋需要設個未知數幫手先。設呢個圓嘅半徑為 r/cm， 然後我哋寫翻一條方程，圓面積派 r 二次就係題目提供俾我哋嘅81派，左右都有派，我哋將個派約去 r 二次等於81，最後將個二次方抵消，即係搬過去做開方。計數機係有開方呢個掣㗎，所以最後得出 r 係9cm， 即係個圓嘅半徑係9cm 啦。頭先我哋就用咗圓面積嘅公式啦，咁線形面積究竟點求呢？我哋可以諗翻我哋點樣揾弧長出嚟。綠色呢條邊弧長係成個圓周嘅一部分，咁所以我哋之前就話啦，成個弧係點計㗎？就係攞全個圓周乘翻呢個比例360度分之 θ。因此，其實我哋可以用翻相同概念。如果我哋要計呢個粉紅色嘅線形面積，我哋可以當全個圓形咁樣諗，但係只係攞當中一個比例，就係 θ over 360度。咁啊，我哋就可以得出線形面積啦。一齊嚟實踐下呢條公式啦。呢度有個線形，我哋想揾佢嘅陰影部分面積。呢條題目已經提供咗半徑同埋圓心角俾我哋啦，所以我哋可以直接代入呢條公式就揾得出線形面積嘅答案。經過計數機嘅幫手計算，答案準確至3位有效數字之後係333平方米。嚟多個例子，今次我哋要揾呢個線形嘅面積。半徑提供咗俾我哋係5cm， 亦都提供咗隻圓心角70度俾我哋。不過咪住，我哋要嗰隻圓心角唔係呢個位置喎。由於我哋今次計嘅線形係好大部分，我哋係需要入面嗰隻角 θ 㗎，咁所以我哋要揾翻相對應嘅 θ 數值出嚟。利用我哋中一學過嘅知識， θ 同70度呢隻角咁啱係形成同頂角，所以我哋列翻公式幫手。
我哋就喺解方程計得出，原來隻 θ 係290度。將相對應嘅數值擺入去，派乘半徑嘅2次乘返360度分之 θ，最後得出嘅答案係63.3平方厘米，準確至3位有效數字。呢條題目比較深少少，題目需要我哋計陰影部分嘅面積。我哋見到係成個圓形，然之後中間掏空咗一個三角形㗎。圓面積我哋識計，不過題目冇提供個半徑，又點揾呢？好彩中間掏空個部分正正係一個直角三角形，我哋可以利用之前我哋學過嘅畢氏定理，喺圖中 AB 就正正係呢個直角三角形嘅斜邊。透過畢氏定理幫手解返方程之後， AB 成個長度係10咁長㗎，咁即係話呢個圓形嘅半徑就係5米啦。擺返相對應嘅數值落去，成個大圓形派 r 2次減返掏空咗嘅直角三角形底乘高除2，咁我哋就可以得出陰影部分面積啦。透過計數機嘅運算幫手，最後答案係54.5平方米，準確至3位有效數字。最後嚟得個較為深嘅例子啦。同樣，我哋要揾呢個圖形嘅陰影部分面積。題目提供咗 OA 嘅長度5cm、OD 嘅長度8cm， 同埋弧長 AD 係6πcm。咦？成個圖係冇俾任何角我哋嘅喎，咁點樣用我哋之前嘅公式去揾呢啲線形面積呢？咁首先，我哋透過呢個弧 CD 去幫手解個方程先，寫返個 θ 喺度。呢條藍色線，我哋可以用弧長嘅公式幫手寫返個解方程，即係話2乘派乘半徑乘返360度分之 θ， 就正正係題目俾我哋嘅弧長6π。透過約簡同埋運算，我哋計到隻 θ 係135度。咁所以整個陰影部分面積分為左邊同右邊兩個線形。線形嘅面積，我哋可以用呢條公式幫手。大嘅線形係派乘半徑8嘅2次乘返360度分之135度，而左邊細嘅線形係派 r 2次，不過佢嘅 r 係5，然後乘返佢隻角，佢隻角咧就係直線上嘅輪廓180度減返135度出嚟㗎，即係話只係45度啫。乘返佢嘅比例360度分之45，兩個線形加埋就會計到總面積係85.2平方厘米，準確至3位有效數字。今日同大家做咗好多條例題，希望大家掌握到點樣計線形面積啦。如果有任何唔明白嘅地方，歡迎去數學室再問老師。拜拜。